火炭銀禧會黃燕飲茶。港鐵火炭站試出口出站後向前過馬路，過馬路後轉左向前行2、3分鐘就到銀禧會，搭電梯入商場，再搭電梯上一層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10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小點19個8，中點22個8，大點26個8，特點30個8，頂點34個8。早茶同下午茶點心6個8起，孖寶35個8。早茶黃燕蝦餃王2粒6個8，4粒13個6。蝦肉大粒爽口，好食。超值孖寶35個8，皮蛋瘦肉粥，粥底幾綿，味道正常。香滑布拉腸，腸粉幾滑，配合花生醬同甜醬，好味。星期一至五下午茶，燒味粉麵飯32個8起。粉麵飯48蚊。下午茶黃燕蝦餃王2粒6個8，今次點咗2粒，蝦肉都係大粒，但係冇咁爽口，味道 OK。瑤柱貴妃雞飯32個8，雞肉比較少，味道幾好，飯底比較乾，有啲硬。超值孖寶35個8，魚滑釀尖椒，中規中矩，味道可以。雷沙煎堆仔，新鮮熱辣，餡料係豆沙，好食，豆沙多少少會更好。早茶埋單76蚊，下午茶埋單105蚊。